揀咗。我想睇李文登嘅 file， 我懷疑佢喺呢個時間點遇襲失蹤，關1994件事。我講過，下半世咩都唔做，淨係招呼佢嗰個。What we're about to discuss is top secret information. 喂， 6億現金。綁架咗華某集團主席，當錢狂冇你哋自由撐腰，佢會咁撚把炮嘅？人質失蹤，仲有手足傷亡，政治報關鬼頭一定搞你。我唔會幫蔡燕琪同柯記孭呢隻鑊。警察最大嘅公敵，從來都係自己人。李文斌冇我，你唔會揾到佢。公家勢力太大，要揾到真相唔容易。香港呢152年嚟都係做生意嘅地方，明嗎？政治部唔立即放李 Sir， 我全部人唔撈。而家一哥同二哥喺度鬥緊法，無論邊個贏 ，MB 都一定俾人制擊。黑白兩道都要買起嚟。我未輸，你真係以為香港會渣咗？提醒你一樣嘢，香港從來都係我話事。